小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做伙来食夜市啊小食臭豆腐。头家本来伫咧科技公司食头路，落尾因为家己较后悔啊，决定要家己创业。为小食开始做起，特别拜师学艺半年的时间。伊店的卖臭豆腐，抑个蚵仔面线，抑个红糟肉丸，拢是用古早手路做的。豆腐拢是纯手工做的，加豆腐浸入去天然的菜色，豆腐食起来会回甘。啊，若臭豆腐要煎进前，若是要煎都要先咸咸的，就算是讲冷气，嘛是酥酥脆脆，看起来特别好食。臭豆腐伫个油鼎内底安尼铺甲厝厝叫，铺甲伊的外皮安尼豆豆啊反切。即时头家甲臭豆腐甲夹起来，毋过还倒袂当芳上刀哦，因为国内的美角才是上要紧的。先用夹啊，伫个臭豆腐的外口加醃12撮料粉，点一个都袂使。了后，甲佫甲臭豆腐甲放喺油鼎内底，来甲铺较酥咧。这就是头家着随机正出叫的独门手路功夫。伊甲号名叫做菠萝臭豆腐，伊的灵感是对这个菠萝酥胖来的。灵感就想说，那我的豆腐为什么不能变菠萝型的臭豆腐，让它更酥脆，让表皮更多一点层次，而不会说冷掉了而没有它的酥度感觉。这就要看甲切出遮侪料粉，安尼通互煎起来臭豆腐更较浓细芳酥，到底是有偌酥咧？倒一个甲切落，听声就知影。酥的外壳，内底有真软溜的臭豆腐，佮甲淋这个蒜泥甲特chế的酱料，这个铺甲汤层的臭豆腐，就会当甲芳上刀咯。来，帅哥，你的豆腐来咯！这落碰巴的臭豆腐，一喙甲加落去，佮会全接，佮来甲倒打这个食着正利口的泡菜，丰富的滋味，佮伫个喙内底安尼弹开。他们的臭豆腐吃起来，外面皮很脆，然后里面很软。它的臭豆腐跟一般的臭豆腐不一样，那个菠萝臭豆腐，你看那个很粗脆，那咔吱咔吱的声音。稍待一下，我要煎一个哦。好。这安尼真歹去想着讲，头家着随机，伊较早是连煎卵嘛袂晓，伊原本伫个 LED 的厂诶做这个业务经理。10多年前，因为工厂煞去外口，伊煞来失业，伊就想讲要家己过来创业，决定要伫个国民美食的臭豆腐来落手。朋友都知道你泡面都不会煮，连荷包蛋都不会煎，怎么可能你会去做小吃？所以每一个都不是很看好。伊就先去甲出名刀子师来去甲拜师学艺，伫学习的过程内底，伊真死命烂性来做，上尾对一个外行的豆豆来变做一个食食的达人。即马规台湾有60几间分店，若想到伫个过去伫创业无用的时阵，因爸仔囝的关系煞变做真吊腕。尾也和囝做伙来做，嘛是有真侪冲突，安尼斗袂下。从有意识以来，基本上就觉得就只有妈妈在陪我，对啊，可能一年只有可能1、2次，可能那一次是过年，然后第2次可能是我生日。在这段过程也可以比较了解到为人父母这一面啊，就是为了赚钱嘛，所以可能说疏忽掉对小孩子的照顾。不过即马因爸仔囝的关系已经斗甲麻，爸仔囝拍拼做伙来做。要来创造属于因家己的食食传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